香港廣東話文化學習第62課。香港廣東話文化學習第62課。香港廣東話文化學習第62課。北一、文學作品。文學作品 A 三字經。甲、北園藝分東西，與文洲與高齊。甲、北園藝分東西，與文洲與高齊。乙、代字隨，一土語，不再傳，塞桶水。乙、代字隨，一土語，不再傳，塞桶水。丙、唐高祖起義師，徐亂，創國基。丙、唐高祖起義師，徐亂，創國基。丁、20傳300載，梁滅之，國乃改。丁、20傳300載，梁滅之，國乃改。戊、梁唐晉及漢周清五代皆有由。戊、梁唐晉及漢周清五代皆有由。己、嚴宋興，授州縣18泉，南北運。己、嚴宋興，授州縣18泉，南北運。庚、17史存在之，災治亂，知興衰。庚、17史存在之，災治亂，知興衰。辛、讀史者考實錄，通古今，若親目。辛、讀史者考實錄，通古今，若親目。
二成語，二成語。A 南骨不止。A 南骨不止。B 城北隨公。B 城北隨公。C 南航北騎。C 南航北騎。D 泰山北斗。D 泰山北斗。E 北國先生。E 北國先生。